遇上小朋友有行為同情緒嘅問題，試過好多方法都處理唔到，而係遊戲治療啦。遊戲治療唔係齋玩㗎，遊戲治療師會用一個專業同科學嘅方法去了解小朋友行為同情緒問題背後嘅原因。小朋友經過咗遊戲治療之後，佢學懂到大人嘅表達方法，從而可以表達俾大人聽佢哋有啲咩問題或者有啲咩想法。家長亦都可以透過呢個過程了解到自己嘅小朋友，從而改善到親子嘅關係。有啲家長可能都聽過咩係遊戲治療，但係又唔敢去試喎。原因好大嘅部分就係呢度價錢嘅問題。一般嘅註冊遊戲治療師嘅收費大概係1200到1500蚊一節不等。我哋已經經過香港樹仁大學同香港教育大學嘅專業認證，成為提供遊戲治療服務嘅實習場地。你只需要俾1/6嘅價錢，即係200蚊就可以享受到遊戲治療服務。由專業嘅準遊戲治療師提供遊戲治療服務俾3到13歲嘅小朋友，整個過程都會有註冊嘅遊戲治療師督導去跟進同負責。不過我哋名額有限，只係得8個，所以有啲家長未必適合參加遊戲治療實習計劃。當中包括如果你當呢度係一個 playgroup 嘅話，咁就唔適合啦。又或者啲家長可能就咁諗住擺低小朋友嚟呢度做訓練，跟住然之後唔同遊戲治療師溝通，都未必適合參加我哋呢個計劃嘅。因為我哋真係希望透過遊戲治療呢個計劃去幫到小朋友解決佢哋嘅行為同情緒嘅問題。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呢個計劃嘅內容，甚至乎想同我哋報名嘅話，請你 DM 我哋啊！